伫云林古坑这场火烧山的灾情呢，伫烧4天了后，昨总算是完全拍花。这树林烧要8公顷去，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有当地民众呢是怀疑讲这是偷挖笋仔的人造成的，呼吁县政府要爱重视，针对这大水期也应该爱有应变的措施。 林地烧到乌麻麻，古溪草岭石壁自12下早7点外发生大火，经过4天抢救，15才完全拍花。火的面积达8公顷，虽然真正起火原因也搁爱等调查，不过村长怀疑暂时是冬笋的采收期，可能是偷抠笋的人为着取暖起火所引起。冬笋是到位，一寡吼，咱在地啦，嘛有一寡外面，因为因唔知影讲，即摆若寒天的时阵就对啦吼，因会去。 也懊悔，就要夯就对了。嘛有可能是安尼啦。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如何防盗防窃我想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监视器的。我想这个我们在整个这个森林以及孟种署的管理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助石壁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表示，过去就要发生落炮移工趁煤是伫交通利便的顶拿偷抠笋仔，引成遗留、毁种等后续问题。希望偷抠笋的问题当解决，嘛会当甲寒人山区资源不足的问题做整体的改善。是连通原有的石壁湖的那个，要把它做到让它能够储水，然后从底下水要在。 平常就要上来的协会这地方的民众，我们会来加强要求消防训练。未来发生火警初期的时间，第一个时间点如何来灭火？那包含未来这地方一些水源的建设。云林县府表示，目前起火原因是有人放火，还是天气大热引起，也该等进一步查证。不过会听当地协会村民的建议，邀请下局处会议协助山区水源建置等规划，避免山林大火再发生。公视新闻王维雄云林报道。